那么接下来讲的是将因果传说总结在一起而观想。呃，首先讲的是因为各众生因为我执，然后产生无尽的这个痛苦。但是呢，要获得这个涅槃的这个果位的话，就一定要断除我执，一定要证得无我。那么从无始以来，自己对这个五蕴之身执着为我，从而依靠各种衣食来装饰自己的身体，并依靠这个外界的各个影响，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我执产生各种的这个苦乐的感受，并且对自己的这个至亲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视为这个敌人。总之呢，因为这个我执，然后产生过多这种颠倒的这个业力，然后这部分就要敦促这个行者要观修这个因果不虚而进行这个修持。啊、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自心，然后从而跟随着这个业力流转，在这个轮回痛苦的监狱之中，一直流转至今。所以应该从现今开始，意念上师和父母的恩德，并且意念众生的恩德，以及这个解脱的功德、轮回的过患，然后祈请上师加持，呃，自己能够厌离此生。接下来念诵的这一部分是这个轮回的过患。首先要思维这个轮回的苦的这个过患，在轮回苦之中讲述这个地狱、恶鬼、旁生等三恶趣的难忍的这个痛苦。遭受这样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个造作了十不善法，从而堕入这个三恶趣。在地狱，遭受。现在讲的这一部分是在讲地狱，在讲这个寒热的地狱。首先，提到是这个寒狱、八寒狱，以及这个八热地狱。接下来这一部分是这个禁边地狱。现在念诵的这一部分是在讲这个地狱的这个受限。讲到这个八寒地狱的这个寿命的话，就讲到在这个
宽广的大地上堆满这个芝麻，然后每一年取一粒芝麻，然后将所有的芝麻都取完，才能是这个包含地狱的最上层的这一域的这个受限。那么这个堕入地狱的主要的业力是因为嗔心所致。接下来提到这个恶鬼的这个痛苦，然后讲到恶鬼遭受饥饿的痛苦，然后你找到这个任何食物，就算找到一点食物，但是当吃下去就会在肚里着火，然后痛苦不堪。然后在恶鬼的这个地方，他们别说去喝水，就连水的名字也不能听闻。像恶鬼，它也有很多大小的区分。小的话，仅是在这个发丝、发尖上都可以住着这个50个恶鬼。然后大的话，那么就是几万由旬的这个大小。那么思维这个三恶趣、地狱恶鬼旁生的这个痛苦，从而产生想要从三恶趣的痛苦之中脱离出来，从而祈请上师加持，自己能脱离三恶趣，然后获得这个善乐的果位。接下来讲的就是坏苦。虽然在三恶三善道里面，暂时看上去像是幸福快乐，但是它的究竟还是这个痛苦的本性。然后像人类的话，最初从这个中阴，然后步入人出生，然后最初遭受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这一系列的痛苦。所以呢，一切人类都在这个生老病死四大河流之中，遭受着无比的痛苦。那么，投身在这个飞天，也就是阿修罗的境地的时候，他们要遭受这个争斗的痛苦。他们心中具有很大的这个嗔心，然后他们就会跟这个天人去作战，然后长期遭受这个战乱的痛苦。接下来讲的是这个天人的痛苦。虽然天人在他的一生之中会居住非常圆满，但是在临死的时候，他的痛苦大过于这个地狱的痛苦。身上的香味这些都会变臭，然后身体出现很多污垢，然后自己可以看到来生自己堕入的这个堕入恶趣的这个景象。
然后这一部分都是在讲的，看似幸福的这个三善道的本具的这个痛苦，所以称之为坏苦。接下来讲的这个是行苦。在行苦之中讲到承办这个十善业，从而生与这个四禅天，其中讲到这个无色界的这个境地。因为虽然他们安住在这个禅定之中，但是还没有断除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然后最终还是会堕入这个三恶趣，流转轮回，遭受这个痛苦。然后思维这个行苦，从而祈请上师加持，自己能脱离一切轮回的痛苦。然后观想普天下的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然后想到要知恩图报，从而承办众生的事业。接下来讲的是这个脱离轮回的各种这个方式。然后这一部分是在提到这个世间的各种人想要脱离各种灾难的时候是如何逃离的。比方说是这个野兽被火烧，然后水鸟被这个冰冻住。想到这些一部分的这个一系列这个痛苦呢，从而这个断除这个贪欲，然后远离世间八风，思维死亡无常，具足对众生的悲心，畏惧轮回的痛苦，然后想要尽快脱离的这个心态，从而祈请上师加持，可以成就以上所述的这些，能让以上的这个思维以及发愿可以成就。接下来讲的是这个思维四前行，也就是在思维这个四厌厌离心，也就是香曼兰德、死亡无常、业之因果以及轮回过患这四个，从而进行观修。就像之前所提到的，这个对依靠这个对众生的这个悲心，以及对上师的虔诚心，对轮回的这个厌离心，以及对解脱的这个希求心。今天是几号呢？那么在这个希望这一次可以
将这个菩提心的部分讲述完。那么如果就这样直接念下去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总之呢，这个还没有修持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先要观修这个，先要观修这个思厌离心。因此呢，在这个因果的部分，对于这个我执，有做一讲授。那么对于我执呢是怎样讲呢？如果以简易方式来讲的话，首先从无始以来，我们将这个五蕴之身安立一个这个我的一个名号，那么并将这个执为我，那么就想着我的身体，我的心，然后从而对此升起这个执着。对于我的身的话，就希望可以让我的身体健康，然后依靠这个我的心呢，感受到这个苦乐的感受，然后有很多各种各种的胡思乱想，一种各种的思维，比方说我的身体、我的财物，以及一切为我所拥有的土地，总之呢，将这一切都执着为我的，然后从无始以来对自己有莫大恩德的这个父母，但却不认识他们是自己的母亲，而将他们视为是自己的敌人，从而给他们造了很多个伤害，以及损害，而造作了诸多的这个恶业。总之呢，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对于这个我的这个执着呢，就像是，如果是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有勇气，但是呢，我们只是把自己关在了这个监狱里面，就像把自己关在监狱里面。那么是怎样关呢？比方说，如果把一个人关在这个监狱，这个人如果触犯了法律，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那就他没有像平常一样的自由，也不能去跟任何人会见，也不能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对于外在的这个世界，完全被这个隔离，只能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待在那里。所以对那些来探监的人，像自己的朋友，像父母，也只能一两个人，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过来探监。所以呢，同理呢，像我们呢，我们总是把自己执着为我执，然后自己修建一个监狱，然后把自己关进监狱，然后谁关的呢？是自己把自己关在监狱，那么然后让自己自己的这个朋友，然后亲友，然后几个人，就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环境范围内走动，然后跟其他的众生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呢，我们一直被这个我执的这个枷锁所束缚，所以呢，我们应该将这个手铐和脚镣这些都应该把它砸碎，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监狱之中，因为谁也不想这个被关进监狱，就算这个被关在监狱，也还没有自己被关在监狱的这种心态，还不知道自己在监狱之中，虽然真实在监狱之中，但自己却不能察觉。
因此呢，对这个世间的这个监狱呢，我们自己修建的这个监狱，跟平常我们所看到的监狱更为恐怖，更加的吓人。因此呢，如果想要从这个监狱之中获得解脱，可以逃离这个监狱呢，就像之前所讲的，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对众生的这个悲心，然后依靠这个悲心，然后让自己从这个监狱之中获得解脱。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自己从痛苦的监狱解脱。比方说，对一个父母，他如果只有一个独子的话，那么这个独生子，那么这个独子，如果他犯错了，然后被关进监狱，那么他的父母呢，没有人对这个去照顾他的父母，然后父母呢也觉得，自己的孩子被关在监狱，然后，茶不思饭不想，然后心中有莫大的这个痛苦，然后一直都在，痛苦之中，更加严重的也有就住进医院，所以有这样一系列的痛苦。对于这样的大痛苦呢，如果有这个医护人员或者照料父母的人，只有这个孩子，所以但是呢，这个孩子却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个孩子孩子非常想要去扶持自己的父母，然后就想尽办法想要从监狱之中出来，去照顾自己的父母。同时呢，同理呢，我们现今呢，对于这个痛苦的，从无始以来，对于被痛苦所逼迫的这个普天下的一切众生，他们也是被痛苦所逼，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依靠之处，无依无靠。也没有任何的亲朋，没人帮助他们，所以他们一直都在等待着我们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父母把父母流放在外面，跟自己永远的隔离。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将这个我执的监狱把它砸毁，然后去到监狱外面。因为父母都是寄托一切的希望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个世间这个我执的这个牢笼，然后去帮助他们。最初呢，就要思维自己是怎样被我执所迷惑，是怎样贪念我执，然后去这样思维，从而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这个父母，以及对自己慈爱的一切普天下的父母，为了他们的利益，然后呃呃，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去帮助利益他们的话，那么一直都在这个贪心、痴心、嗔心、烦恼、障碍之中，这样一直在这个监狱之中的话，那么我们何时能去利益我们的这个大恩父母呢？所以像这样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是这个轮回的过患。总之呢，这四前行，暇满难得，死亡无常，业知因果，轮回过患是非常重要的。像以前噶当派的祖师们在讲法的时候，在这个修持的时候，噶当派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在一个法上。如果升起这个暖胃，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为的这些真相的话，就不应该再进入其他的修法。因此呢，如果在修持这个暇满难得的时候，如果没有产生任何暖位和真相的话，那么就要一直修这个。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观修这个暇满难得，他一直都没有得到这个真相的话，就死掉了，那该怎么办呢？那没有关系，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未来还可以继续去这个观修这个暇满难得，然后未来依次要这样去发愿，在像这个临终的时候修持暇满难得的人生，如果他今生没有任何成就，然后他也要发愿，对未来也要继续修持这个暇满难得，所以这个这个想法的话。可能是非常严密的一个修法，如果说的不好听一点，是非常消极的一个做法，总之呢，它是在代表什么呢？在一个法上去修持，因为我们有时候这边去修一个，那边修一个，最终呢没有任何的成就，一点的这个修持没有任何的利益，所以最初从这个暇满难得的修持，让这个暇满难得达到一个修持的标准，然后得到一个标准以后，然后才开始修持这个死亡无常的观修，然后这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些上师又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如果在一生之中总是将以这个法去修持的话，没有这样的传承。没有这样的传承，比方说，有的人在修持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的时候，在这个暇满难得的修持当中，他在这个就算他没有修持的这个标准，但是他可以在这个死亡无常上达到这个标准，或者是如果死亡无常没有达到标准，在这个业之因果或者轮回过患也可以达到标准，可以在依次依靠各同的这个根器，各种不同的根器在各个地方，各个这个修持四前行之中得到这个标准，所以并不需要在这个一个法上往死里修。总之呢，在每一个修持如果没有获得一个坚定的这个见解了知的话，总是这个每一个法都修一点，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成就的话，但也没有任何一个达到标准的话，那么就很奇怪了。因为在临死的时候也会很后悔，虽然在今生我做了很多事，修了很多法，但是在临终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成就，那么什么都没有，就会非常的失落。那这样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总之呢，不管你修持任何的法，都一定要让它达到一个标准。像这样达标准的这个修持呢，非常的重要。那么不管自己所修的任何法，像自己最喜爱的修法，或者是自己最想要去修法的想要去修的法，最初开始进入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比方说，在四前行之中，虽然来说，四前行都要修持，但是从它的顺序呢，有时候也是不确定的，因为有的人对死亡无常，他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像兴趣，想要修的这个观念，然后之后又依靠这个死亡无常的这个修法，然后从依靠死亡无常从而得到暇满难得的这个见解和观点，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可以依靠或者其他的这个四前心中其他部分而产生这个对暇满难得的这个观点，然后修死亡无常，产生这个暇满难得的见解，修暇满难得产生死亡无常的见解。虽然这个四前行取名为前行，有的人可能在讲前行，所谓的前行就是在还没有修正行的时候就去修，然后在修正行的时候就把前行就不用修了。这里提到的前行它是非常的重要。在修法的时候。
它是这个一切修法的根本，一切修法的基础，它是缺一不可的。虽然说在这个前行、正行和后行每一部分都很重要，但是它是首要必须具足的，它是最重要的，最初就应该具备的，它是一切法的这个根本。所以，前行的意思就是它是一切的根本，而并不是说在没有修正行的时候，先要所要修持的这个法，当进入正行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丢在一边，并不是这样。总之呢，所谓的前行，不管你修什么法，都必须让这个前行，将它视为是根本，最初就应该在修。比方说我们在法相说，我们就是以它为根本，我们不是在辩经吗？然后，我们总是说，说某一个法以它为根本，比方说像总是说，有时候在辩经的时候，所在讲很多的法，在辩经很多的时候，如果名词太多的话，我们就说以此法为根本，就这样来代替那么多。所以呢，这里所讲的前行，它是一切诸法的根本，所必须先修的，所以是一切法的基础。因此呢，如果前行没有修达到标准，然后正行也不可能进入正道。就像往昔传承祖师们所说，如果没有升起死亡无常，那么你很难获得这个你很难你可能很难获得这个密集金刚的这个成就。总之呢，所谓的这个死亡无常的这个是。对死亡无常的观修深不深，它是要看自心。比方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药，我们要看药效。要看这个药效有用与否，并不是像这个，并不像药的效力，而是说，是哪一个药更能利益自己的病，而并不是说这个只要是药就有效益。总之呢，如果对死亡无常没有产生见解的话，那么你很难获得这个密乘的密续的这个加持，密续的这个悉地。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深奥的这个法，我们所讲的这个，奶酪，它最初还是需要依靠这个牛奶去酿制。因此呢，所以这个在修持正行的时候，它也需要去依靠前行的这个修法的这个了知觉受，才能进入正途。所以这非常重要。总之，一定要对这一些前行产生一些见解，否则的话，有时候。有时候我们，据说以前有一个弟子问一位上师，所谓的大日如来，我们在念诵这个大日如来，在念诵大日如来的这个仪轨，这个大日如来它是大乘法还是小乘法呢？那么这个上师就说，如果是大乘者去修的话，它就是大乘；如果是小乘去修的话，那就是小乘。如果对于我们两个来讲的话，那什么乘都不是了。有很多人会觉得，比方说这个入中论，入中论它是中观派的这个学科。那么在修学入中论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在观修中观。那么总之呢，它是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入中论，所以把它安立为这个中观。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所谓的中观要看自己，要看自己的心，是否是中道，是不是远离二边的这个见解，主要是要看自己。看是不是中观是要看观待于自己，这个文字的这个中观呢，它是这个入中论，然后实义的中观它要看自心。
但是有的人在一直看这个入中论，呃，但是这个嫉妒心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中观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各个教派之中有各自的这个宗风与各自的见解，然后自己就会产生对自己教派的这个偏执偏心，就会区分这个我和你的两个宗派的这个执着，各自的宗派的执着就会加深。总之呢，有的人会看了这个入中论以后。就会区分这个自他二宗的这个执着，以及对执实的这个会越来越大，对我执之心会越来越重。这有时候也觉得特别的奇怪。总之呢，我们平常修持的这个法，并不是要仅限于是大乘的法就是大乘。如果自己不做什么，只要去所修的法是大乘的教法的话，就觉得自己是大乘。因为有时候我们这僧人，我们会觉得去看这个在家人的时候，我就会看扁在家人在念经的时候，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只是一般的法，但是这个在家人在打坐的时候，出家人就会说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啊？打坐，外道也在打坐。所谓的外道打坐，观修，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外道的这个，外道也可以获得这个禅定的这个见解，但是我们还会把这个其他的这些宗派和其他的人看扁，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外道和这个在家人他们打坐没什么了不起，自己先要记住一点，否则的话，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佛教徒，那些无所谓了，那些没什么了不起的，那外道也有，那种见解小乘也有，那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有这样的心态，那么这代表就是自己心中没有任何的觉受，自己的修持。对于自己的大手印、大圆满、中观的这个修持，就觉得自己自大，就觉得自己自大，然后傲慢，然后就觉得其他见解都是错的。你仅是有这样的思维的话，这个思维就不能这个包括在自己的修法之中，因此呢，就不能像叫瓦扬坤巴大师他说，法是大手印，没有关系，但是人一定要是大手印，因为法它必定是大手印，它一直就是大手印，但是人是否大手印，就要去通过修持了。所以呢，在所谓的这个前行呢，它是为了这个正行能不能修的深奥，它都是要依赖这个前行的。因为有时候这个前行，我觉得这个名号也取得有点太低了，就因为他把这个前行的这个价值和前行的意义不能完全的表达。如果说根本的这个修持，或者是这个基础的修持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说修这个前行，就会觉得是修大礼拜、修曼茶，然后这个修这个百字明。当然这些也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系列的这个前行的根本和基础，也是这个四厌离心，也就是所谓的转心四思维。总之呢，这四厌离心呢，就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如果这四法四前行能够修到标准的话，那么正行就更容易如履薄冰。所以呢，以这样的标准再进入正行，那么你的修行将会越来越高。比方说，我们修房子，如果它的地基打得非常的稳固，这在上面再盖几十层楼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话，那这个房子也会修得很好。所以呢，这个地基，房子稳不稳，主要靠地基。因此呢，这个修行正行，这个成不成就，
也要关待于这个前行。应该是这样吧。然后呢，13号，在12月13号，14、15、16、174天呢，是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研讨会。那么这个解脱庄严论的这个讨论会呢，它的主题呢，就是这个最初的这个6句，也就是菩提上师的这个6个这个因素，也就是所依，以及所缘，总之呢，以及方法，然后依靠这样的方法，未来也会这样去研讨。总之可能会耽搁3年左右吧。因此呢，依靠这个我们的研讨会，希望可以对这个达波噶举的这个佛教可以更加的昌盛，然后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这个达波噶举的传承。对于无比的冈波巴大师，也可能表达出我们一些的感恩之念吧。有这样的希望。虽然这是愿力或者是业力，虽然说我们这个藏地的这个藏传佛教，不管是哪一个教派，我们都应该对它升起信心。对于三界的一切众生，来说，这些藏佛教的所有教派都是他的所依，因此呢，我们应该对所有教派一视同仁，都应该对他们升起信心，升起这个清净心，然后至诚的恭敬，所有的教派，这非常重要。虽然说是业力或者是愿力，自己进入这个达波噶举的这个传承教派，那么呢？对于这个无比冈波巴大师的这个著作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研讨会呢，我们有幸去做一研讨呢，对于一个达波噶举派的行者来说的话，就是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因此呢，所有希望大家专注于这个研讨会。像这个研讨员呢，讨论员呢，在这个之前在上医院的时候，他们已经好几个月就精进的去研究了，所以呢，他们各自都有很努力的去研究、去讨论，并且他们翻了很多的书籍，然后之后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并不是仅限于那9个人，然后再来参加辩经法会的所有的这个堪布善知识以及所有的学生，大家都要一同参与。因此，希望大家现在就开始就是有所准备，在这个之后研讨会之上可以有所发言，然后能更好的圆满的举办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研讨会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研讨会，能顺利进行呢，主要的这个因缘是呢，之前我在上密院的时候，我对那些研讨员我也讲过，对于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研讨的话，如果能一字不漏的去这个研究的话，首先
首先要获得这个冈布巴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传承。那么这个口传呢，对，如果说是我希望有一个比我更好的一个人，但是呢，现在无计可施了，只能是我才能做这个口传，呃，因为藏地有一句俗话，就是说，然后走路依靠这个膝盖，已经到了走路依靠膝盖的时候，就是说走路脚都一直磨到膝盖了。虽然我不懂，但是没有办法，已经无计可施了，所以只能我不懂装懂的为大家传授这个口传。因此呢，今年这个讨论会的这个主题呢，我就希望可以传至这个口传。那么，如果仅是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口传的话，并不是仅限于这9个人，那么是所有人都要参与。那还不如这个口传是所有人都在一起的话，如果能传给大家的话，更为殊胜。所以，如果过几天有时间的话，我会从头这个念诵至这个善知识部分的这个口传，会为大家呈现。然后呢？然后这可能私下讲也可以。现在讲应该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对于这个研究员的话，有的时候可以见到，有的时候很难见到，他们就这些可能我也好久没见了，可能他们在做准备吧。也今天也应该在场内吧。所以呢，如果在还没有开始研讨会的话，希望他们到这个大塔前去，这个释迦牟尼佛像的近前，然后去这个菩提树下，然后供养这个法衣，或者是供养这个钵，然后希望自己能依靠这个研讨会，做以研究讨论，可以圆满成就这个人生的一大盛事。所以对于自己生生世世，可以，并且发愿自己可以生生世世手持护持这个佛教。并且成为这个无比冈波巴大师这个月光童子的这个三摩地经的这个教法可能护持，然后对三摩地王经的这个精髓，可以在这个雪域藏地之中，在雪域藏地弘扬兴盛，未来也这个解脱庄严论的这个论点的也可以传遍整个世界，然后依靠这个解脱庄严论的这个见解，可以让自己的心性得以改变，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如果能这样发愿的话，那非常的殊胜。但是他们他们都是这个很有学问的这个人，所以也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那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说了。那天这个在辩论会上有2个主题，我们之前提到辩论会有2个主题，这他空见和这个讲修哪一个重要？是不是在做准备啊？是在做准备吗？那像以前的话，在准备的时候，我有去帮助他们，我有去为他们讲一些，就像我之前所讲的话，去年最初第3次，我们做3次取消，
取消了3次，最初开始举办，然后觉得不行，还是算了。之后又准备，然后又不行，这样连续不断的准备了3次，然后最后取消3次，然后最终是如果不办的话实在不行了，然后最后分出了把这个正方和反方2个都带到跟前，然后你就告诉他正方说这个，然后反方这样回答，然后把提问和问答全部都告诉他们。但是这次呢并不是这样，所以自己应该去看一下这个踏空剑的这些经书，然后看踏空剑是否这个真实的见解的这个书籍，自己应该去看一下。然后讲和修哪一个更重要的这个主题呢，也应该去看相关的这个书籍。如果需要这种相关的书籍的话，那么如果跟我讲的话，我会帮忙找的。总之呢，在我那边也有关的书籍，也有几本，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请到我那里来，我会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说你们需要，但是如果你们不说，我也不知道你想要，我也不知道我也该怎么准备。总之呢，你们自己这个各个看部也有跟你们讲过，然后你们没有任何的担心，但是因为我的心量很小，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就说心量者没有快乐。所以呢，我这个心量很小，所以我就有一些心情有一些不定，所以我就有所担心。因为像最初这个辩论会，如果先不给大家做个介绍的话，大家也可能不知道。比方说像它的过程，或者是这个要几分钟讲几分钟的话，要辩论几分钟，这些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所以希望各位看部直接跟我讲，因为时间不多了。有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不太吉祥，所以还是不要讲了。总之，希望大家都将这些记在心上。